喺呢個與世隔絕、寧靜又舒服嘅島嶼上面，鹿翔先生、森仔同埋樹精靈日復一日咁過住平靜嘅生活，但係佢哋心入面其實一直有住一個遙遠又無邊嘅夢，嗰一片未探索過嘅南海。等我 A 加博士帶你哋出海啦！ CMA 加平台就好似一個連繫住全球嘅中央樞紐，由劃時代嘅環保科技到蘊含千年智慧嘅中醫典籍，佢致力為每個夥伴度身訂造專屬嘅技術升級方案，最終每一個夥伴都可以喺呢度揾到屬於自己嗰條開啟潛能嘅金鎖匙。喺我嘅精準指引之下，呢班勇敢嘅夥伴終於登陸一個又一個充滿機遇嘅新市場。佢哋喺呢片新嘅小天地快速扎根、茁壯生長，而最大嘅收穫就係大家都對我稱心滿意。嗱，呢個就係 CMA 加科技商品化平台嘅使命，助力科技創新，成功領航出海。